所以要从 FPS 开始聊，是不是？也可以啊，但我都不玩 FPS 我们还是先，我想一下，要先打招呼还是先自我介绍嘞？还是先 FPS？ 好，先 FPS。真的可以聊笑。你有玩吗？我也不确定我玩的那些算不算 FPS。说来听听，说来听听。你已经开始了吗？对啊，已经切过去了。我看到了。我玩那个小动物大逃杀啦。小动物大逃杀，等一下，我怎么介于有听过跟没听过之间？什么叫介于有听过跟没听过之间？就是好像有听过，但是完全想不起来，让我怀疑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听过。它叫 Super Animal Royal， 然后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它是我不知道它到底算不算 FPS 老实说。它是第三人称视角吗？它是对第三人称视角，不算。不算吗？就是要那个你要在第一人称，然后会3D 晕那个才算。我不要会3D 晕啊！我喜欢第三人称视角，因为我很容易晕。有人说我比较小声我来偷调一下。好，我轻声细语啦，我很温柔的，大概吧。是你的声音比较小声，还是我的声音？好像是因为火蛇应该是我吧，所以应该是我。好，我们来打招呼吧。我看一下好，我去看你那个聊天室好了。好啊，你的画质太差了。对，因为我把它缩小的，所以可能会很糊。对，因为我只有用一个萤幕，虽然大部分 VTuber 好像都用双萤幕，但是我桌子放不下，所以我只有用一个。魔物猎人算 FPS 吗？应该是想完成 FPS 也有办法是吗？拿弓拿弩，对啊，我拿弩啊，我有拿弩啊。那应该算吧。什么 FPS 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定义处，不是定义处，不是，就如果是照最原本的定义的话，它就是 first player shooting， 所以是第一人称视角射击。你只要是第一人称视角，然后射击就可以。应该是第一人称射击哦。如果是基本教义派的话，就是这样。基本教义派。对，我讲话都蛮超过的，我想你应该习惯了。其实我不知道基本教义派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很好笑。真的吗？就是所谓的那个VTuber， 就是观众里面有一些人是基本教义派，就是他认为 VTuber 必须要严格符合那个定义，就是完全不能露出中之人的任何身体部分，这样子。懂。没错。然后就有一些教派战争，那不关我的事，反正你们都来看我的台就好，不要管那么多。对啊。对呀。好吧，那我们要开始介绍吗？还是要继续 FPS？不然我先来打招呼。第一人称哦，我之前有打瓦过，但是我真的很不会玩。好像有人说要教我打瓦但我一直忘记跟他约，所以我从来没碰过。哇！定义严格、很严谨的意思哦。第三人称是角色在角色上。所以他的意思可能是那个吗？平常你都看那个角色的屁股，然后就是他开那个瞄具的时候才变第一人称。我不知道。那 Overwatch 算是一种 FPS？ 感觉应该是因为你都是看到2只手在那边，看到2串胶在那边。可是 Overwatch 不是也有没有拿枪的角色吗？真的那就不是第一人称射击第一人称随便你。真的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哇，你好强，你直接一样是后脑勺，但是可是他没有拿枪那算射击吗？对啊，算是一种 FPS 吗？拿弓箭就算了，不是还有拿锤子的？我之前玩，我没有玩过2，但我有玩过1，然后他就是我都玩那个拿炸弹书。感觉好像蛮好玩的，
我喜欢他的大招，他大招感觉超炫。对，很好玩，很有趣。好玩。我是通常蛮喜欢那种疯癫的角色，可能我也蛮疯癫的吧，我不知道。我也喜欢，然后不然就是那个敲的那个大叔。哦，大叔是蛮累的。就是他会借一个炮台，然后就只要走过去，然后敲2下。那个大叔想不起来叫什么。对。哇，好久没有玩任何 FPS。我好像也没有，最近都是在玩《魔物猎人》。我绝末。好，来，全部一起打招呼好了。苍大叔你好，安安欢迎。0287你好，晚安。伊藤绿茶你好，晚安。红彤你好，好像是初见吗？你好。然后非常萨兰晚安。看起来是你的观众，因为他的碗是浣熊的碗。对。萨兰还有红彤都是我那边。嗨，丽丽的观众你们好，我应该可以叫你丽丽对不对？我看你的字节说可以叫丽丽。对啊。好，然后我的猫猫最可爱的晚安，欢迎。还有 Junmo 你好，也应该也是也是初见，对吗？你好，欢迎。那我们要继续聊 FPS 吗？还是你想要自我介绍一下？因为这边应该也有我的观众可能不认识你的。对耶，对耶，Hello。我要来那一串吗？就是哪一串？最 gay 白的那一串。可以啊，大家应该会喜欢吧。伊娜桑，我是来自地狱的邪教教主 ，A.K.A 赌场老板娘，会使用超糖铁拳揍飞你们的浣熊丽丽 ，this one。这才是营业用的声音吗？营业。是这样吗？不过我也没有什么营业不营业的啦，反正就是对，就是想怎样就怎样，我比较 free 一点。哇，跟我一样就真的是想怎样就怎样，人家说关台就突然关，不是太随便了。有够营业好笑死。这个要营业。对，这个绿茶很懂，他还是常常叫我做一些奇怪的营业。怎么他叫绿茶？对啊，他是伊托六库恰，好像是伊藤绿茶。顺带提，他住在我家衣柜里监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家衣柜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观众也会长出一些奇怪的设定但是好吧，就这样吧。好怪哦。对啊，你就知道我也是蛮随便的，就是随便啦。记得给朋友不是什么？没有。说我谁？萨兰？说什么呢？赌场的部分是？你说你是赌场老板娘？因为那个什么，图奇那边有忠诚点数然后对，然后可以赌博，也不是赌博啦，它那个叫做赛况预测啦。不是赛马之类的赌博吗？哎呀，赌博不好啦，我们那个叫赛况预测啦，只是赛况预测而已。说话的艺术对。奖品有什么？没有报警。奖品是什么？没有奖品啊，奖品就是忠诚点数啊，它就是有一个点数，然后挂台就可以拿到点数，然后或者是你有来看直播。反正就是虽然通称是挂台啦，不过我们就是讲好听一点，就是大家有来看台就可以拿到那个点数。然后就用那个点数去做赛况预测。对，那点数的话就是你可以设定说他们可以换一些什么东西。对。就是这个都是可以自己后台设定的，就是你可以让他们换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可以换萝莉音啊什么的。对。最大奖是萝莉音吗？最大奖是萝莉吗？最大奖是图奇那边还有一个 VIP 的一个设定，就是你的
头像你的名字前面会有一个钻石啊，我们比较贵的是那个钻石吧。啊，对对对，就是换到那我们的颗钻石多少钱啊？我有点忘了哦，应该是50万吧。50万的忠诚点数还是台币？忠诚点数了。换得到吗？听起来很多哎。有啊有啊，我一开就有人换了。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好厉害！对，可是你知道挂1个小时多少吗？我不知道，就是完全没概念。你来看它1个小时250点。哇，好强！这是真粉哎！这是赌圣吧？赌圣是没错，他把他的时间大量奉献给你，好赚哦。不是真粉，是赌来的。他把其他人的点数吸收过来。哦，是真的这样子赌哦。哇哦！对啊，就真的这样赌啊！哇，好好玩哦，好好玩哦！我昨天就是赌啊，就有人在那边就是玩风之谷，然后就说哦，赌下一张卷轴会出什么，然后他就手很臭，所以就没有人要赌他，就是可以打到比较好的那个卷轴然后我就赌了那个可以打到比较好的卷轴，然后我2万换了10万回来。哇！这赌徒的快乐，真的很有那个感觉，救命！救命！这就是赌博，快乐赌博。好，我理解赌博的魅力了。没错。所以你有玩风之谷吗？最近是不是很多人在玩呢？我本来不是不想玩，我本来是不想玩，因为其实我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玩。那是不是有点浓？对啊，很干啊。虽然我没有玩过，我以前是没玩过。我也是。对啊，但是就一直有人就是找我去玩，然后我被撸了大概1个礼拜吧。然后我昨天就想说，好啦，那我开个账号玩一下好了。那我玩一玩，就是生气想要删游戏，因为他就1没有导航，然后2就是你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干嘛，然后就很崩溃。然后那个图又要走很久，又没有跑步，他不会跑步。那真的会受不了我就受不了，真的蛮绝望。他没有跑步，什么东西啊？这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没有跑步啊？这感觉是给那个玩过的人，他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有办法玩。像我们这种，我们太年轻了，没有玩过。到底是谁不会跑步啦？我不会跑步。你知道我不会跑步这件事吗？你应该不知道，就是我不会跑步啊。你不会跑步？就字面上的意思，我不会跑步。我就是那个不会跑步的玩家。我说的是现实。对，这有特殊原因吗？没有特殊原因啊，不会跑步还需要特殊原因吗？就是没必要跑步干嘛？我100公尺跑30秒。的这种不会跑步，对，100公尺跑30秒的这种不会跑步。就我不会跑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跑步，我用走的比较快。你用走的比较快？对，我用走的比较快。然后我之前读书的时候，不是有那个体适能吗？对，体适能，对，然后他不是就要跑100？对。然后那个老师就是看我跑了30秒之后，就说不让我过，然后就是让我再跑一次，然后我再跑一次就32秒，因为累了，多了2秒，因为我累了，没错，因为我累了，非常合理啊，这不是当然的吗？他就觉得我在玩，我没有在玩，我很认真跑啊，是真的不会跑，对，真的不会跑最后怎么办？你就用走的？没有啊，我是用跑的可是我就跑不动啊，不会跑步。好特别哦。然后之前大学的时候，那个羽毛球也被当掉。羽毛球的标准是什么？羽毛球的那个考试是要把那个羽毛球对墙上打
30下，好像有点难、要让它回弹回来。对呀、很难，好不好？那个羽毛就一直撞墙，它就掉了、啊，什么意思？要连打不可以掉哦。这个有点难，这有点难，很难超级难的。那个羽毛只要一到墙上它就掉了，羽毛一到墙上，我最多只能打5下。这样怎么办？这样就被当了。对啊，我就被当了。哇，怎么办？换一颗。我最英勇的事迹就是我因为体育延毕。哇哦，这个应该蛮少见的哦。我什么都过了，就是体育没过，好好笑啊！哇哦，我也延毕耶，好巧哦，但我不是因为体育。因为体育延毕真的是说出去没几个啊，那没几个人，哇，世间少有哎。我本来还在想说，如果不知道聊什么话题的话，我就开始想我们可以聊什么很随机的，我就想说，不然我们来聊超慢跑好了。超慢跑嘛，我还欠50分钟。哦，你有在跟人家赌超慢跑？对啊，我的活动经常就是转盘，转盘就是一种赌博。老实说，我还没有开过转盘，但我最近真的觉得该开一下了，好像是个练。不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转盘，不就是一种赌博吗？嗨，宏威，嗨，北极熊，晚安。好，给大家看一下。宏威，北极熊。对，我其实有做一个转盘，就是避免我们真的没话题的时候。但我现在觉得应该是不需要，我们好像真的是蛮随便的，就蛮随意的。但还是给大家。没事啊，你也是可以转啊。对啊，转好玩的啦，就是想说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转一下。好，你可以转了，你可以转了。他快到了，他快到了。你都做了，就可以。来聊聊第一印象之类的。我发现我们直接把字挡住，等我一下。好，笑死。来聊聊第一印象之类有够尴尬的话题吧。谁写的？哦，我写的。有够尴尬的话题。哇。第一印象。哦，我第一印象应该是你的那个饶舌吧。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饶舌歌。哇哦。是哪一首啊？是 OVC 吗？对，因为之前我的那混音师哦，说到那个混音师，我又想到一个可以跟你聊的事情，好好笑。没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都很容易被我的这算什么啊？工作伙伴吗？对，工作伙伴的女朋友敌视。所以就是固定长期合作的，但是他女朋友就是不太喜欢你这样子。对啊，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先被剪辑师的女朋友封锁，就是对，他就是禁止我跟她男朋友往来。不是，可是我就只是要剪辑而已啊！不是，你直接痛失剪辑师对，我直接没有剪辑师啊！你知道我有在接剪辑委托吗？如果有需要的话，我真的是发疯我真的是要发疯哦，这有点困扰那时候朋友还帮我做一个梗图，可以当我一辈子的剪辑师吗？笑死！这蛮好笑的。不是，等一下飘出去，人家看到更不爽了。没关系，他自己去不爽。对，然后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找了一个混音师，然后来来混我要做 short cover 的东西。对，然后那个混音师就是跟我也蛮聊得来的，然后他就有跟我分享说，他就是去录你的那个 OVC 哦，世界真小对，然后就是他帮我混了几首之后，嘿，没错，来了，他女朋友说要把我封锁。哇，这是什么魔咒吗？我不知道。还是我帮你剪你的精华，然后看我女朋友会不会封锁你？不要吧。
应该是不会啦。他知道我缺钱，应该是不会。我真的是傻眼，而且我都是有付钱，我又不是没付钱，奇怪哎。好怪哦，哇！我又不是说就是那一种，就是你知道有些可能靠塞奶来，对啊，当做一种也不是啊，我全部都有付钱哎，一分钱都没少过，好吧？哇，这个我还没遇过而且这种情况，我们也都只是正常的沟通工作上的事情而已。然后我也不懂哎。好妙。但有参加我 OVC 的人，其实也没有说非常多，所以说不定通灵一下可以猜到是。对，你应该可以。但是算了，通灵到他有在回应，对啊，哈哈。稍微找一下，应该过滤一下就没几个了。对，然后后来他就还欠我3手，他就说要退我款。啊，好吧，比没退。然后我就没有回音师了。我就没有混音师了 ，Oh no！Oh no， 这个我不会，这没办法，没办法趁机赚钱。哇！我 VTuber 人生 V 生坎坷的经历，这是蛮坎坷的。你啊，我来冲敌。我本来是想说，还是就找女孩子算了，总不会被男朋友封锁吧？应该不至于吧？还是你找到女同，那也就没办法了。我不知道，但是就目前啦，因为我还是会想要找就是喜欢的风格，还在找啊，确实看有没有新的回事。对啊，目前就没有新的 cover show， 就是啊，没有混音师啦，不好意思。哇！又被封锁了。哇！但是我觉得，就一直找下去，你总不可能把圈内所有的人都被封锁一次吧？应该是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不可能吧？我也不好说，不可能吧？可能吧？不可能吧？没可能吧？太妙了！要清澈魔咒吗？不要吧？呢不要吧？下耸动标题，最强浣熊都市传说。但我要少一个 V 鹏鹏了，不要吧？那确实不太好。哇，找男同志或单身的有道理。对啊，以后我要去征剪辑师，现单身。为什么要现单身呢？因为女朋友会把我封锁。超好笑，这很酷哎！我觉得这个你发这个募集文，就因为太好笑，所以被大量转发，我感觉会变这样，不错哎。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剪辑师封锁我的时候，就是他那时候是跟我说，就是因为我女朋友不希望看到我跟你往来，所以只好把你封锁了，不好意思，拜拜。然后呢，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密他了，超好笑。然后我就发文讲这件事情之后，下面就一整排的剪辑师来自荐，不是有钱当然要来赚啊，超好笑，蛮好玩的。但是我觉得会剪游戏的不多，就是可以把游戏剪得好笑的不多。大部分人都比较会剪杂谈，因为杂谈就是顺着上字幕，其实就不太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游戏的话比较难，因为你要先让观众了解，看的人要先了解那个游戏。我觉得其实基本的你要看起来，至少要大概懂2-3成那个游戏是干嘛的。而且如果是短影片的话，通常就是看个2秒内就会决定要不要划掉，2秒内要看懂那个游戏蛮难的。对，所以你一开始就得要吸引他看下去的那个。对啊，很难杂谈就蛮简单的。之前也有剪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会剪，只是我剪得太慢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直接请人家剪比较快，比较划算。对，就如果你的产值比那个高的话，外包是不错。我剪一支 short 大概要4-5个小时吧。那确实是蛮适合外包的。对，因为我比较就是吹毛求疵，但是如果是别人剪的，我就又不会挑，所以就干脆给别人剪。别人剪的我就好，我觉得可以，
谢谢老师，很棒，很棒，很棒。哇，听起来就是完美委托人哎，真的完美委托人，就是钱也给了，然后你就是稿交给他之后，也不跟你挑太多，就谢谢，然后还很有礼貌，谢谢老师，太棒了。对啊，自己剪都说啊，我觉得不行啊，我觉得不行，这边再重剪好了，我觉得这边删掉好了，然后就弄一弄就5个小时过去了。哇，那是蛮严格的。可能会对自己比较严格吧，我觉得也是。对，我是对自己严格的类型。如果你是对自己严格，然后对别人宽容的类型。就可能他会出来接案，他应该也是有一定水准，就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就相信专业应该 OK。就像我现在就是也有在接案啊，然后我的那个封面做别人的封面，我有在接那个封面设计，对，然后呢做别人的封面都超级精细，然后呢就找各种素材，啪啊，我自己的呢就 OK 图 OK 打个字上，极简的。超级青菜，然后我现在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我目前还没有想一些什么企划，因为我现在还在忙一些案子，所以就虽然出配线，但还没有想一些什么企划，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健身环割回，然后呢就是已经做好的一个封面，然后连字都不换，然后只换了一个例会这样子，就换了一个表情。是也，如果是也行吧。如果它是一系列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对啊，就是每个礼拜都长这样。现在也是蛮整齐的啊，也是蛮整齐的。哦，说到这个，我之前也有看过有人的频道，应该是故意的，但是他的那个封面也是极简到很夸张，就是它是白底的哦，他根本没有背景，是白底的，然后放一个自己的例会，然后脸放超大，就那也是蛮有特色的。对，就你就会想要点看看他到底在干嘛。对。然后有时候做的很华丽的，可能效果不一定好。对，因为像我之前，你知道真香吗？啊，听过啊。就是现在解散的。对啊，之前我是他们配合的那个封面制作。哦。对，真香的封面基本上有90%都是我做的。哇！对，就真香他们4个艺人的封面。那我之前就在做设计相关的。哇！然后我现在就是偶尔就是也会把那个之前做真香的，然后来改一改。是合理，总是有做过的就可以拿出来改一改。但是如果是别人新的委托的话，我就又会想要做新的。而且我那时候做真香他们的时候，就会比如说他们虽然是一系列，可是我就会想说，不行，我觉得这一个还是改一下，这边改一改，那边改一改，这边再改一下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做别人都比较认真哎。我觉得会耶，就是我想要怎么说，就是没有啊，就是做这种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有那个莫名的坚持，就会开始作祟，然后就会很想做一些细节。真的是没办法。就像我初配信前，因为我的皮是我自己画的，然后对，然后建模的部分呢，就是我那时候就还在学，我现在还在学。我那时候建完脸之后，我就没有时间了。我那时候建完脸就已经，我是15号初配信。然后建完脸就13号，好绝望哦！你不用彩排啊？没有，我没有彩排啊！我的初配信完全没有彩排啊！我初配信就直接上啊！好酷哦！好酷哦！然后初配信结束之后，小火车是因为一直在赶吗？小火车没有，是因为那时候我就做了只有一个脸。就只有一个脸皮这样，然后我就给我朋友看。汤马士小火车。对，然后他们就说感觉就很像汤马士小火车，我才那样子搞的。好玩耶！那时候就是在语音聊一聊之后，我就好，我把它做成秀的。超酷！但是那个痛苦的那个秀的，我真的是也没有花太多时间，我就是随便弄个2下。袖子这东西真的是，有时候反而随便做的东西突然就爆了。
对啊，对啊，就像你那个乌衣阿姨，乌衣阿姨，就是他，对，就那个真的是很随便，我也没想过，很好笑哎，而且我还是偷梗的，其实。是啊，对啊，觉得很好笑。你推特有追踪星系名体吗？星系名体是人名吗？对，它就叫星系名体，然后敏是那个敏锐的敏。哦，没有好，总之就是他很喜欢发一些谐音梗，然后那是他其中发的一个推，就我直接，我就只是把它念出来，然后做成秀子。好好笑。对啊，就是很神秘耶，秀子这东西。是真的，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像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其实我本来想要每一只都做的超级精致可爱，就是我有 cover 一首那个心电感应，就 Deco 27的，然后我那时候也是，我那时候本来全部都要做，我从3月底就开始画那个 Deco 27的那一只，可是那一只的效果却没有那个我随便配的那一只浣熊还要好，就是在没办法，在球场跑的那一只浣熊，随便配音的。但我不知道就是，可是还是会想要做那个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就还是会想要做。对啊，对，这还是想要做精致漂亮。对，这是一个没有暴力温馨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吗？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然后这个一开始就有些人不知道，他就说他以为这是我唱的歌，我说不是这个是以前的一个卡通，然后那个卡通就是超级，就是超级南方四剑客，没错，真的假的？是个没有暴力温馨的地方吗？真的假的？可是他的下一句是抓到嘎下丢冠军，喝大丢来唧唧歪歪。我没看过，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你会喜欢啊。我会啊，对。你怎么知道？你觉得我都不喜欢一些不正经的东西，对不对？你说对了。感觉你就会喜欢。对，品学金流听话孝顺根本不可能。它里面有一个叫阿尼的角色，他讲话就是他就是他就穿着一个很厚重的外套然后讲话都是对，对。是会死掉那个吗？对啊，就是他，那个阿飘，就是你又被挂了。对，这个有看过一点片段啊。对。哇，但我居然没听过。其实我也没有看过，我也没有看过很多，只是他就是他那首歌真的很洗脑啊。对。最近好像也想要 cover 什么很洗脑的歌，但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最近有什么很洗脑的歌卢比奖，我已经 cover 了。那个不行，太洗脑了。感觉是该 cover 了，现在有点晚。你要吗？我其实有想要找人一起，但是我们还没瞧好一起录音，所以还没。我说讲。嗨。何が好き？チョコミント。よりもあなた。好烦哦。笑死。哇！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那时候接访的时候，你说你是 I 人。我不是 I 人啊，我是 E 啊。我是觉得我很 I， 就是我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也不太会讲话。我也蛮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擅长聊天擅长聊天吗？就可能之前也有做过服务业吧。那没办法。我之前的工作，我刚开始的第一份，也不算第一份工作，但反正应该算是第2份工作。我就是在卖衣服，但是我是小编，就是我负责就是社群平台发文什么拍照什么的。然后就是老板也是觉得我觉得你很会聊天，然后就把我拖去当门市小姐了，我就我感觉小编比较舒适啊，虽然不一定。对啊，然后他又没有给我涨薪水，好过分。
对对对，人家都是有抽成的，人家门市小姐就是他们都是有业绩抽成的。我也不是业绩做的特别烂，好吗？我的业绩也是，我业绩也是中段班，没有。好过分哦。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知道我的同事都是拿6万、10万的薪水，只有我还在拿3万，我就不爽，我就离职。他这是故意的吧？压榨。对啊。好坏哦。就我的业绩也不是垫底，我的业绩中段班，这大概一个月业绩也有40-50万吧，这也不是说太差。哇，对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后来有一份工作，主管对我蛮好的，然后我就是我现在其实也是就是一边全职当 V 嘛，也不算全职当 V， 是你说有点接案跟当 V 吗？接案对，接案跟当 V， 然后也是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出去找工作？哇！但是我又找不到就是比较适合的工作，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再回去卖衣服什么的？然后之前那个主管，我跟他聊，他就说他觉得我去当门市小姐很浪费。哦，他觉得你可以做更重要的事。对啊，他就觉得我就是那个美感啊，然后跟行销企划的想法都很不错，去做门市小姐太浪费。确实。啊，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没有找到觉得很喜欢的工作，就干脆就继续这样下去。哇，那我其实状况跟你蛮像的，我现在也就是接案跟当 V 这2件事而已。虽然我当 V 没有当那么用力，接案比较用力一点，但我觉得我们好像处境，但是我没有那种很辉煌的业绩啦，就是我没有做过这种的，对。那我好像当 V 当的比较用力一点。但你履历很强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真香的那叫什么封面，这个履历听起来非常强。哦，感谢主委的赏识。感谢主委。所以你接委托就是接有包含那个封面跟绘图是吗？封面，然后剪那个什么，我不太喜欢剪精华，我都是做 PV。哦，做 PV， 就是做 PV，做动画那一类的。了解。然后 Live 2D 就是现在也有在摸啦，正在摸，也是6边形。对，超级6边形。没办法啊，当 V 当一当就是会变这样。画图就是我也是前年才开始学画图，所以真的假的？对啊，所以也不是说画得太好，就勉强可以看而已。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一定是有商用水准的。你是2年前没有接触过任何绘画吗？你要说没有接触过也不是，但是也不算有，就是日系的东西我没有在画，我以前画的东西就是比较线条一点，就是一些比较随意画的东西。随意画，不是速写日系的。速写以前上课有画，但我也画得很烂，就是一直被老师刁的那一种。不，听起来你也是相关出身的，那我是设计系的啊，那应该就不能算是从零开始。但是设计系其实没有学很多画画，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就是1年学水彩。我们第一年会上水彩跟素描那些的。但是素描的话，主要是着重在一个对光影的掌握跟就是练你拿笔吧。但是其实设计系根本用不到。说实在话的，就是设计根本用不到，因为设计系都是用电脑啊。对。对啊，就是其实老实说根本用不到。而且我其实强项也不是在那边，就是以前1年级我过得很痛苦。我是后来就是2年级还是3年级吧，网页设计啊那一些，网页设计还有那个 Photoshop 合成啊，影像合成那些，
那些我都可以拿很高分，那些是我拿手的。原来如此，听起来跟做封面也是蛮同一个方向。对啊，比较我比较拿手的事情。设计，我也是。那多媒体动画，我后来也有再去读多媒体动画，也没有在画图啊。大家就想说，设计系不是就会画图吗？不是，才没有画图，没有画图的部分。蛮多人应该会分不太清楚设计跟绘画吧。对，而且其实我们就真的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底子，所以才有画1年，不然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画图的部分。所以你说是你们学校比较特别嘛？可能其他学校不会要求要1年的那个绘画部分的。对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学校是怎样。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要让你们一定要有1年的那个绘画的训练就是速写什么的都有。哇因为我是那个吧，我是视觉传达设计，所以就是它只是一个什么都学的一个综合科系。它不是专门研究什么蛙哥的，它就是一个什么都给你学一点。所以我们也有那个那叫什么立体构成。立体构成呢，就是做一些折纸，简单来说就是折纸，然后要把它做成立体的这样子。对，就是折纸，就是把纸割一割，然后做成一个就是对立体的东安呢。然后我们也有什么标准？它评分数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把它割得越细致，然后它越移灰就是追求一个酷炫。它就有点像那个啦，有点像那一种，就是人家不是会有那种手那种纸做的灯笼吗？对，纸雕啊那一类的，对。它的标准就是你做的越复杂越华丽，然后它又可以站得起来，好，就越厉害。然后印钱输出。就是印钱一些相关知识，我们也有，就是对，就是去印刷什么的，然后还有做那个手工书啊什么的，我们其实都有学，但是就都是一年，就是一点点，有的可能只有1学期。就是都接触到，但是不会特别深挖。对，它就是有一点像，就是什么都给你来一点，然后看你自己未来想要往哪个方向走嘛。所以我会6边形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多学一点，我都会一点。我的科系蛮像的，难怪会延毕。我不知道，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就很容易延毕。但我是教育相关的。电脑设计 logo 老师直接不想教。然后教那种融合的题目，灯泡章鱼融合在一起之类，对啊，就会有这种题目啊，就是要你什么融合什么的。然后我之前那个合成的题目，我们老师是让我们自己选，就是你要自己想题目，那等于他没给题目这样。对，你就自由，反而更难吧。然后我就把那个北极熊放到海里。那不就是一般的，因为人类吹太多冷气而必须游泳的北极熊吗？是这样子吗？你知道设计系就是要会讲干话，你很多时候都是先做完了之后，你再来想设计理念。哇！所以你是怎么讲的？我很好奇耶，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就是跟你刚刚讲的差不多啊，真的。但是其实我做的时候完全没有思考，我就只是想说，北极熊蓝蓝就是可以再跟蓝蓝的搭啊，那把它放到海里好，那就放到泡泡里面去。好，就是很随意，没有说一定要怎样，然后做完了之后再来想，说好，现在来想想我的设计理念是什么。给北极熊一个温暖的家。哇，这个我就没什么这方面的经验，但感觉也是蛮好玩的。其实，直接只雕模型，雕一个自己喜欢的 VTuber， 那个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自己
再往后续进阶的学习，就是我的同学们就会自己进阶的学习。哦，所以你真的有同学真的用纸雕雕一个他喜欢的 VTuber？ 是没有啦，就是自己喜欢的其他东西这样子。但他们其实确实我蛮多同学那时候都有在画漫画。哇哦，感觉也是蛮好玩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在画一些日系的漫画，但我就没有，所以我确实是从去年才开始接触，就是日系这种漫画，算漫画二次元。所以这样我很好奇耶，所以在那之前你其实对日系的，就比如说 ACG 之类的，其实是没有太接触的，是吗？对。是有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就是接触？契机？对啊。我也不知道哎，我当时到底是怎么进来的呢？是先接触日系的 ACG 才进真香，才跟真香合作，还是先不知道为什么跟他合作？我是先就是算是有接触 V 圈之后才跟真香合作的啊。对。但是你是还在那之前有一些 V 圈的作品啊，有一些封面，所以真香才会敢找我合作啊。但是你是先接触 V 圈，还是先接触那个日系的 ACG 啊？先接触 V 圈哦，而且我一开始其实本来没有要当 V， 我当时其实契机就是那时候就想要弄配音的东西哦，对。然后我就帮一个 VTuber 配他的那个片头动画哦，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初配性故事的那个嘛，对，我帮他配那个，然后之后就是跟台跟一跟，然后就也觉得好像可以试着，其实可是我刚开始开台，其实我其实就只是想要当个绘师而已。就是我只是想要当那种一般的那种开台的绘师，然后试着看看能不能接到更多的委托。我一开始目的其实是这样，但不知道为什么做久了就做一做就变这样了。被迫成为六边形战士，被迫出道，真拿观众没办法。真拿你们没办法的。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人蛮有趣的吧。对啊，当着就开始打龙了。对啊，打龙好好，就太有趣了，就被拱起来，被拱出道。来，我们现在可以拱观众出道了，来。对啊，今天下午这有一个观众就在那边说好无聊哦，不知道干嘛，好闲哦。哇，天哪，很闲是不是？对啊，笑死，好准忙死。真的，你当 VTuber 当一当，你就会很怀念很闲的日子，真的。好好笑。那边缘行战士什么武器都会，对啊，什么武器都要玩一下，对不对？这个是 Ringo 胖吗？还是 Ringo Pan？ 你好，晚安。好像还没晚安。林琴，苹果那个林琴。对，他叫林琴。原来如此。哇，我还是会那么一点点日文的嘛，就那一点。对耶，你说可以可以用台语可以啊，你要我现在？可是我台语很烂。还是你先讲看卖？我跟你讲，我近有去多邻国哦，你知道多邻国有那个教台语，你知道吗？干嘛？真的假的？是多邻国吗？还是我之前有看是有人做类似的，但他不是多邻国的。然后超级好笑，那个应该是多邻国吧，好像是多邻国吧，不是吗？我忘记了，反正我就上网学台语然后他学那个台语超级好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台语，因为他不是会教一些句子吗？对。你教一些句子，不是就会有人名吗？对。一般来说的人名呢，你就用个什么修名啊、修笔呀的好啊，
为什么要用嘎薯命？嘎薯命是什么？贾思敏，好怪啊！我以为会用那个记名唇胶。之类的。对啊，他给我用嘎薯，他就给我叫一个听起来外国人名字这样子，对，很外国的名字，然后再把它翻译成台语。为什么啊？不是应该要直接用台语名字就好了吗？我记到现在，嘎薯病。不是，结果学了半天只学会人名是怎样啊？超级好笑，嘎薯病真的超级好笑。害我很好奇，我一定要开台玩一下，我一定要开台玩一下。好，我必须找到那个酷东西。哇，还是 Glossy， 还是那个 Glossy 卡是这样念吗？好像是那一个，因为我之前有用过那一个来学英文，好像有可能是那一个，有可能是那个。哦，第一次听说。所以就是闽南语啊，就台语、闽南语。哦，原来如此。有可能是那一个，有可能是那一个。小五，嘎薯币真的太好笑了，嘎薯币可以调出小五。好，我之后一定要玩一下，我等一下播完就来研究。哇，超好笑！他还有教什么挥手处还是什么之类的吗？挥手处是也该教了，那教有点后面了吧？那时候的精华就是碰起来，还在紧短下。哦，那也很经典哎。我忘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有人跟我讲，然后我就开台看那支影片，我就在那边学。我觉得你刚刚念起来蛮标准的，那个碰节按在紧短下，还不错啊，好好笑。虽然没听几句，但我觉得你台语好像也不差。没有，我台语真的不太会，我只会听比较多。你敢有法度用台语介绍你自己？我啊，可是我连丽丽怎么讲都不会耶。哇，好问题耶！丽丽要怎么讲？我想一下哦。丽丽，然后突然想起了嘎薯兵。还是你台语名字就叫？没有了。我想一下，看你是要直接用汉字念呢，还是你要直接你是先取英文名字，还是直接就是取中文的？什么意思？哦，就是你的名字最一开始是先有那个染墨丽丽，还是先有丽丽？丽丽，对，我一开始就叫丽丽。一开始就叫莉莉哦，我感觉可以直接叫莉莉，你当公我是莉莉，莉莉，蛮好记的，听起来超台，我是莉莉啦，对吧？感觉会在8点档出现呢，好好笑，不错吧？不错哎，我的台语名字我就是虽然要叫我辉记也可以，但大家也是叫我阿慧，听起来就是会在路边出现，对不对？哇，莉莉啦，莉莉不错呢，哎呀。我们踏出那个，你啦，你哪位耶？哇，很凶哎，明明就会台语在那边。啊，这哪位的啦？你们家上在灌的是不？这样子吗？我只会一点这种，就是在那个电影上面学坏的，对。啊，想想看，不然你有想要别种的吗？我是可以想想看。听起来要输赢的，那肯定是要输赢啊！输赢什么？输赢。有些观众应该也是蛮喜欢这种的吧？肯定的吧？然后就开始呛下，开始屁孩呛下，来啊，你来啊，来，你来，你醒来，你醒来，来，你来，怎么办？听起来就是会喝冰火，然后就是在那边。讲半天，然后也不敢怎样的那种。喂，国中生、国小生，喂，好好笑，好可怕哦！哇！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个逞凶斗狠的部分，其实真的蛮有味道的，发音也蛮台蛮标准的，是怎样？所以
之前那个哦，我后来我的模型啊，就是后来是有一个兔老师帮我赶工完的，啊，就是对对对对，有身体我有，对我有剪 shorts，就是我那时候大概14号吧，14号，对我15号出配信没错，我14号的晚上10点给他，哇，只有脸的模型。他给你然后他收几件吗？ 15号凌晨5点给我，好扯，他就是没睡觉吧？超级夸张。然后那个兔老师他就之前我们就会开台聊天，然后他都一直说我是加9。你是说他直接跟大家说，就是你私底下讲话是像加9这个意思吗？没有啊，我就说没有，他就说我就很加9啊，我就说哪有会吗？我不知道，我到目前为止觉得还好，可能因为我们还不熟。我没有很加9吧？我觉得还兔好、老师也是很，兔老师超神的啦，嗯，没有加9吧？我不知道，我又买不起我觉得还好。买不起金项链，一定要金项链吗？要吧？加9都很有钱不是吗？帕拉梅拉，怎么办？洪威说刚刚那个苏牙那一段听起来很加9，那是真的很有味道，很有味道，觉得很像而已，好不好？很像，可以去配那种类型的角色，完全可以。我之前学，我好像是一种语言天才。我之前学韩文的时候，老师也说我是班里讲的最标准的。哇，还是。其实我前阵子有发一个推，就是有那个想学台语的人都可以来报名，然后我之后应该会有一个企划在教台语，还是你来炸鱼啊？好啊，炸鱼，我应该会有炸鱼组，因为有一些就是明明就已经会台语的人还在那边给我报名，所以就好炸鱼组。没有吧？我不会台语啊。我觉得还不错啊。就只会讲一些这种，但是要我讲一整串，就是像你这么练灯，是这样吗？是这样讲吗？对，我没有办法。对。我只会讲几个单字啊，对，然后就是学一些这种哈。哦，好像有听说，你加一堆这种语助词，不知道什么，听起来就很像了，就很有味道，算是那个黑魔法。有这个说法。哈啦，我你学的安怎哈。对啊，什么意思？出来讲啊！我其实只是很会学这种。我一开始直播的时候台语也没有很练邓是真的吗？你慢慢学的是吗？因为我在人形化之前，在那之前我是全台语开的，然后那么厉害，算是逼自己讲，没有一开始也会卡，但是逼自己用全台语开台之后就突飞猛进了，所以好像真的是强迫自己去做才变强的。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开个全日语台，然后就不讲话？不讲话吗？不是全日语，不是叫你不讲话，因为不会讲，不知道讲什么。有道理耶，这样我也可以开全德语台啊，你就不要讲就好了。开一整天，然后只会讲こんにちは。天哪，至少学个初见你好吧？这样也是台语台吧？哦，好吧。任何人来了，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好沉默的台啊！こんにちは。天哪，你现在是只要用日语跟我对话了吗？只有日语跟你对话吗？那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讲我以为刚刚那个就是只会こんにちは。完蛋了！こんにちは，然后到晚上就可以变空包啊！おやすみなさい。那不是要睡了吗？对啊，一路开到睡前这样子。哇！一整天就全日语耐久台，但是其实只会3句。我就觉得听起来其实蛮有意思的啊，其实蛮酷的。还是你开一下？只会3句。我还会那个啦，我还会自我介绍，对。日语的吗？
日语的，对你上次不是问我那个韩语，我想起来了。哦，我想起来要怎么讲了啦。好啊，你要秀一下吗？好。안녕 저는 리리입니다. 만나서 반갑습니다. 哇，然后日语的话应该就是リリで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为什么突然变得很凶？还是你再加一个哈？直接变混混。哇，有市场。讲不好生气。那英语可以吗？英语哦，我反而英语很烂我最近有在学英语。哦，真的？对，我其实有在努力的背一些单词。那种？没有上课，就只是背单词而已。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单字量不够。哇，我知道，那我来考考你 VTuber 的英语是什么？好，没事，不好意思，对不起。日语怎么突然派起来？我想到了，之前我有看到一个，可是我忘记了，他就是说很冷，然后对，可是他不是用萨姆语。哇，不会我想到他是然后呢就什么就类似哑巴的那一种，就是反正就是说不好。他很冷，然后就是讲不好这样子，就是用那个打天下就对了。对，超好笑。哇，感觉其实很多语言都可以啦，就是类似的。我之前有看到那个有一个 short， 然后就是也是日本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有拍，然后她就说她真的不懂，就是台湾人所谓的还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很难还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就是还好啊。没有还好，其实是有分等级的，要看那个吧，情绪跟那个对，就是它很难的地方是在于就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还好，可是你的还好又是有分等级的，就还好跟还好啊，这还好，这差的就是差的感觉差一点，可是又好像不太一样，其实蛮难的。然后如果你很冷淡的时候，还好，就不一样了的吧？对，就是不好，那感觉就很不好。所以其实困难的不是那个啦，就是光会语言不够，你是要了解那个大家在这个用这个语气代表什么意思，可能是这样。好难哦。对，好难哦。然后还好不是还有一个用法就是还好我都怎样。哦，那又不一样。这也是还好。对。对于外国人来讲就什么就不好了。不太好。好没那么好，坏也没那么坏。对啊，就是大概6，我不知道，那还可以呢。还是要有上下文吧。还可以，感觉也是要看上下文，看那个。我觉得可以啊，还可以吧。就还可以啊，还可以。这到底是怎样？可不可以？真的耶。可以啦，我觉得可以吧。那到底可不可以？可以。那个刚点进来就想说，到底是在可以什么东西？在可以什么？哇，好像也蛮有趣的耶，做这种没有内容的聊天。不知道我到底讲什么。没有内容聊天。对，是没错。哇！嗨阿贤，阿贤是阿贤吗？阿贤是那个阿贤吗？不好意思，这是我一点小意思，我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外国人只知道什么意思。对，
不是还有一个也是很长的吗？什么就是只是意思而已，然后如果你什么的话就不够意思了什么的。Oh no！Oh no！应该不是那个阿贤吧？哦，好吧，不是那个阿贤。谁？是你的观众吗？没有，我是想说是不是另外那个打麻将的阿贤？看起来不是。好，因为太多人叫阿贤了。啊，还是我也算了，我不要再乱改名。哇，1个半小时是3个半小时，真的耶。3个半小时，对。对，那你知道2个字其实是3个字？哦，还有最近有发一个 shorts， 就是那个吹冷气是被冷气吹。对啊，那你知道坐电梯其实是站电梯吗？哦，真的耶。还有那个啊，那个什么，饮水机其实是出水机，你才是饮水机。为什么突然要骂我？对啊，哇，真的晒太阳会被太阳晒，哇，真的，好好笑。语言好困难哦，不学了，不讲话了，太困难了。下次不讲话了。那我们再来转一下转盘好了。好啊，做了都不用也蛮浪费的，这是什么理由？为转而转，烂透了！我真是个好主持人，太棒了！到底转到什么？哇，完蛋！怎样？来用台语聊天吧。这个，这是运命的安排哈。台语就难，不要紧。这样你讲。我想看卖哦，因为通常我较会听到人讲台语无好，袂使讲足烂哦。我嘛无确定呢。啊，不过我会感觉讲足烂听起来就是你咧煮迄个，就是你咧煮迄个肉汤有无？啊，你甲迄个肉煮甲足烂的。我台语烂哥哥，烂哥哥。咁唔讲烂哥哥，所以你的台语会牵死啊呢？你的台语会牵死，你的台语会当搅饭。我台语会使配肉酥，会使配肉酥呵。哇！我配我食咖喱拢不爱，拢无爱辣。嘿，辣。哦，爱辣，不过我食糜配肉酥，会烂甲足烂的。迄应该是一定爱辣啦。辣甲足烂。辣甲足烂的。卖球。是那个吗？童神。卖球。经典。哇，肉酥。肉酥真正是，无细字就会甲规罐拢食了呢。嘿啊，足恐怖的呢。肉酥，我食袂使，啥物拢无爱，啥物拢无爱加，有肉酥就好啊。哦，有肉酥就会使，确实是安尼。系啊，有肉酥就会使。糜哦，你讲糜哦？嘿啊，我讲糜。阮兜是讲糜，迄毋是有3种，就是逐个人拢讲无共的。哇！安尼你电锅你拢安怎讲？哈？电锅？哦，你是电锅，阮兜是电话。嘿，毋是电话哦，毋是敲电话哦，是电话哦。啊，猪咧？猪就是猪啊。哦。你讲食饭夹猪，哎，有讲猪啊。有讲猪。哇！糜，拢有啦，糜啊，佮有糜，有人讲糜，嘿，做这种。糜你唔知影是啥？糜就是饭煮甲烂糊糊。嘿，就是你要煮饭的时阵，你迄个水无细字加伤济，就会变做糜。嘿，迄就是糜。蚵底，蚵啊！哦，嘛有分迄个腔吼。
哦，你是讲蚵啊？我无食过蚵茶呢，你无食过蚵茶？我无食过。啊你敢食过蚵啊？我有食过蚵仔煎好食。你若有介意食蚵仔，应该是会介意食蚵茶啦。我无啥物，无食的。哦，你无咧经食就对。嘿嘿嘿，无咧劲。啊。嘿。哦，所以你迄个叫啥？盐水你嘛食？嘿，拢食。蚵仔会使。哦，食拢食。蚵仔伫火锅内底嘛会使。嘛会使。我袂主动加入去。哦，你袂主动加入去。我明明就会。会啥？会台语啊？我不会。啊，已经做好啊呢。真的吗？这样已经算很好了吗？无啊，就是大部分你想要讲，你拢讲会出来啊。哦，有可能观众会甲你笑，啊，毋过已经做好啊呢。嘿。我感觉是即卖台湾人台语拢伤烂。是，大家拢无咧讲啊。系啊，拢无咧讲。普通人拢无咧讲。阮呢都有60分。超过60分啊，应该是算袂歹啊。真的。都大家拢较无咧讲，像我这种唔知影是安怎硬要讲的，才会一直要讲。直直要讲。建议下次用粤语好了，我不会。那我嘛袂晓。安尼你敢会晓客话？嘛袂晓。不会，我也不会。你要学客语，我会使介绍你一个人。好呢。会使。我是真正有想要学。毋过呢，伊就是台语甲客语傻分不清楚。有安尼。因为因兜两个拢讲啊，伊嘛毋知倒一个是客语，倒一个是台语，就要安尼啊。就好笑。哇！安尼若有机会，我应该会使甲伊联动看嘛。会使啊。那就袂歹呢。哎呦。毋过伊即马咧生风之谷。好，人无去啊，去坐家。做老了。做伙请嘿。啊？做伙讲是啥物意思？做伙讲啊，普龙讲是啥物意思？普龙讲都是没料吧？讲要安怎讲？就若准我讲你普通讲，意思就是讲我感觉讲你无啥巧安尼，讲啊嘛无做认真咧学，哦对，做无做认真咧学，啊嘛拢无啥会晓安尼，都无效啦，没什么用，应该通常是咧卖囡仔的啦，应该是。啊？卖囡仔啊？就是不是卖，是骂，不是卖小孩。我说骂小孩，是讲，你这呢？警察。不对，唔对呢？唔对哦，骂囡仔，先报警。喂，我已购买小孩，完了。小孩爱吃，囡仔爱食。囡仔爱食。哇，好。我觉得好像也逼你讲蛮久的台语了，等下被检举虐待来宾了。有够啊，是不是？看你啊，你若想要搁讲，我嘛是做欢迎的。我做介意甲人讲台语的啦，所以。因有听到无？嘿啊。听到有够无？听到要会看节目，应该要会使。平常哦，平常时是开台是袂晓讲的。
啊，我可能因为我较早的时阵拢是讲台语的，所以我的观众拢是爱听台语的，可能较济。哦，对对对，不过你的观众可能就无一定听的惯势。我听过我讲，有人要起笑啊。对，有人看起来要起笑哦。一定会欧内盖啊！我们可以切回来。煲仔饭是什么？好像煲仔饭是应该是香港料理吧？好像没吃过你看我的观众都很强，其实他们台语都比我好，真的。通常是他们会我讲错还是怎样，他们会帮我补充。不会讲台语的人听不懂不会讲台语的人讲的台语。这句话有点难哦，这对外国朋友不太友善哦。不会讲台语的人听不懂不会讲台语的人讲的台语，所以不会讲台语的人可能听得懂会讲台语的人讲的台语，或者是不会讲台语的人也可能听得懂会讲台语的人讲的台语。好，他应该是说。不会讲台语的人听得懂会讲台语的人讲的台语，但是听不懂不会讲台语的人讲的台语。总之2个人里面至少要有一个是会讲的，不然就是会互相听不懂，是这样是吧？救命！哇！有人说到绕口令还是我拿个台语绕口令给你念啊？台语绕口令有这种东西哦？有啊，我找一下，等我一下哦。台语绕口令是什么？乌鸦伊，那个不是，那不算吧？绕口令。我直接强迫你参加吗？好，我先贴给你。乌鸦伊，那个太简单了，那个你已经会了，对不对？可是基隆。第2个基隆我不会讲，怎么讲？你要先教我。对，我来念一次好了。一个查甫去家人卖家人，因为基隆原本是那2个字，原本是真的是那个山就是长得像鸡的笼子，所以就叫基隆，所以2个念起来一样。一个查甫去家人卖家人。一个查某去家人卖家人，那为什么是家不是家？哇，台语叫是台语就是你一个字，我想一下，台语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电叫做电，可是电灯叫电会，它那个电的那个声调，它如果后面还有其他字，它就会那个声调会变。所以会从电变成电会，但如果是电灯泡的话，就会从电会变成电会球，那个会也会变那个声调。所以其实蛮复杂的。其实台语很难。重音不重音，稀稀不稀稀。哇。好，然后他有字不见了。好，卖家人的，就是卖鸡笼的那个卖家人的去，卖家人的伫家人拄着卖家人的，卖家人的伫家人要家人。等一下啊，好，我看一下啊，这个是 A 吗？对，它原本是 A。你那边看得到字哦，我这边看是缺字，可能我电脑比较。我看不到啊。好。那我继续嘛。好，然后嫁一个翁，嫁一个人，生一个囝，嫁一个人。完蛋了。这个。麦怎么讲？再讲一次。如果没变调的话，就是突然我自己也不会。麦但后面有东西就是麦，
嘿，卖。卖。一个查某去给人卖给人。来宾要爆炸了。啊，这个住，这是住吗？低低低嘛？低，这是低上面所在，在哪里的在？哦，那我之前去 KTV 有唱台语歌，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看不懂台语的字啊。可是 KTV 好像老歌的用字跟比较新的歌的用字还蛮常就是不一样的。对，然后我就看不懂。我有感觉到，不是低什么啦？什么太过分了？什么意思？低哦，不是在骂你，好，没事。低呀，底上面所在，空耳滑文啊。说来话长，我简单的说好了，就是因为以前啊，就是很久以前有一段时间，那个台湾是禁止学台语的，所以那时候就是不像现在，像现在大家在小学的时候可能可以接触到一些台语课本，它会有教育部规定的用字，所以在以前还没有这些规定的用字的时候，大家想要写台语歌词写下来，就是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写，所以就会不统一，所以如果在 KTV 点台语歌，就会发现老歌的歌词用字跟比较新的歌又会不一样。然后对，有的我就看不懂。对啊，因为我是那个所谓的台罗仔，就是会喜欢使用台文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新歌的我读起来会蛮快的。可是就是因为有特别学过，因为我大学我甚至直接跑去修学校的课。对哦，这么酷。对啊，如果没学过的话，应该看起来会比较吃力。对。就是对啊，第一次看台语歌词，我都是凭记忆，凭记忆上的。对啊，会呢。好，我看一下哦。一个查甫去给人买变成买啊，买。一个查甫去给人。卖给人100分，查某去给人卖给人100分，100分。卖给人的底给人，住这个怎么念？度就是小度的掉那个度掉。遇到。卖给人的底给人。拄着卖给人的，卖给人的伫鸡笼，鸡笼煲，鸡笼煲，鸡笼卖鸡笼，卖鸡人的，他用的是古早的字，我换一下。哈？什？偷改一下。啊！这个大家比较看得懂。卖给人，卖给人的，伫鸡人卖给人，嫁一个翁，加一个人，生一个囝，加一个人。好，不错，这个过关了啦，这个算是会台语了。好难哦，你家要被卖了，卖给人。我发现这个找到的这个其实蛮难的。真的吗？这个很难吗？我觉得蛮难的，因为像那个刚刚有聊到，就是声调会变嘛，就是刚刚是讲什么？给刚刚是讲什么？给人啊，不对，卖哦，我觉得买卖超难的，就是对啊，不知道是买还是卖，这个很难。对，我觉得台语里面这个真的是特别难的，就是卖是买嘛，卖是卖。可是如果后面有字的时候，它声音又会变，所以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分不清楚。没关系，总之就结论来说，就是会有4种声音，然后其中2个是买，2个是卖，然后大家就会不傻傻，然后就会起笑。我知道买还会是买，对，如果后面有东西就是买菜买，买啥，嘿，就买啥。后面没东西的话，比如说我给你买，就是买。
对。后面有东西就变咩。可是麦我就不太晓得怎么讲。哦，那个声音好像对很多人来说比较难，因为那个就中文有4声嘛，就是可是台语的话有一个声调是听起来介于那个中文的1声跟3声之间的。1声跟3哪一个声调？就是卖东西的呗。好，对，所以我不会。对，就是比3声高，然后比1声低，然后就是我以前也不知道，然后就是会就到底是什么声音，到底是什么调？对啊，很难，对，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没关系，我再想一下，我之后要不要开那个 V 同台语班好了？要想一下怎么规划。没。拼音跟中音是你们都很会讲台语是不是？你说你的观众吗？对啊。不知道是吗？我的观众蛮多都会的，对。但我不知道大家的观众有多爱讲台语，因为有时候开台语台也会有人说听不懂，所以有点不确定。妹是卖，不是妹是买啊，妹是买啊，妹是买，妹是买，妹嘿，妹是那个1声跟3声之间的那个，所以可能用注音会写不出来。妹，有，你这个音高听起来很标准。我觉得可能是你其实会讲，但是要解释的时候就会乱掉。对，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真的要解释又很难了，又变另一个不知道怎么讲。对，真的就跟那个很多要教外国人啊，对，那个词性什么之类的，你要跟他解释中文的时候，对，可是其实台湾人根本就没有在讲什么词性，就跟那个什么文法啊什么的，其实台湾人根本就没有在管文法。母语者不会管文法，没错，对，根本就不。美国人也不会管英文文法。对，所以会讲跟会教本来就是2回事。真的很难。不是啊，会画画的人也不一定会教画画。哦，那倒是。对啊。我自己觉得我还蛮会教的，蛮会教人的。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教台语。我是有在当家教老师。好酷哦。对啊，就是教一些幼稚园跟国小。哦，哇，就是不太需要太高的学历。是这样子。可是我之前也有尝试接一点家教，不是画画，但是那个反正就是语言英文跟一些其他数学有的没有的，然后就是发现有一些家教网上面啊，那个小学生哦，他那个学历要求很高哎，小学生当然就说希望可以有什么台大数学科系的来教数学，我想说你要确定哎。可是那一种会读书的其实不一定会教。对，很多会读书的不一定会教，就是还是你直接限定教育相关学校还比较容易的。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也蛮常教同学的，就是比如说 Photoshop 啊，或者是 Dreamweaver 那一类的。Dreamweaver 不是要写那个 CSS 跟 HTML， 然后其实那些同学都学不会，都是我在教的。我应该跟学校拿钱的。对，你应该叫他把钟点费给你。那都是我在教，老师教大家都听不懂，然后我就是自己摸的那一种。蛮常会的。我之前大学也是有那个课，就是那个教授教的没有人听得懂，然后大家最后都跑去问某一个同学，我会笑死。对，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那个被问的同学，哈哈。好衰哦，没钱拿，亏烂了。然后大家都是抄我的笔记这样子，因为我的笔记比较浅显易懂。好吧，你应该收朋友费的。真的，我应该卖笔记的。对，可以哦。要是我那时候有卖笔记，我今晚的喝呀。对啊，今晚的喝呀都不用在那边开台了。真的有那么赚吗？卖笔记有那么好赚吗？真的有人在卖笔记，你不知道，有人在虾皮上卖笔记呢，就是那种
什么考上台大的人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笔记啊，是真的有人在卖的呢。那是不是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来不及，现在还来得及吧？还是我来卖我的台语笔记？没有，我都没在写笔记。其实有，可是我的笔记习惯很差，所以都非常乱，应该是没什么用。可以，我觉得会教也是一种能力。算了啦，我比起卖笔记，我说不定卖我的内裤还比较有机会。好，好，不是啦，我是说周边啦，周边出内裤啦，联名内裤。没事，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刚刚看到风妹，有啊，上面有一个风，那是风妹。啊，对，你都叫她风妹啊。她有在开台。哦。对，被我拉过来。哎，开台。就是强迫她出道这样子吗？对。好，那我也要来物色一下我的观众，看要逼谁出道了。太好了，逼自己的观众出道，然后就不缺联动对象了，对不对？他现在形象是一顶帽子，形象是一顶帽子，好可爱哦。没错，他是一顶帽子。我在变成人之前，我是个箱子。那你也可以找他聊天，然后你可以用箱子的样子戴上帽子，好像不错哦，也是小物件集合。好像有点意思，就是收集一些小物件 VTuber， 组成一个集会，对这些小东西。绿茶老师说他也想出道，真的吗？好啊，我也希望他出道。该了吧，该出道了吧，各位。在出道前先出柜好不好？从我的衣柜里滚出来。出柜！不要再监视我了，不要这样。这不是有一首歌，什么静静躺在你的衣柜，你有听过吗？好像没有我看一下。之前有听人家唱给我听，但我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是什么静静躺，我忘记旋律了。反正我记得歌词就很病，歌词就很有病。我静静躺在你的衣柜什么的，好有趣哦。静静躺在衣柜，好像有晨起灯躺在你的衣柜，对，好像就这首。哇！什么？你的身体跟着我回家了，我把它摆在我的床边。不是毛衣吗？为什么看到的是毛衣？你的毛衣跟着我回家了。为什么我查到的歌词是没有？是第二段是好怪的歌，超怪哦！本来是带毛衣回家还不够，我现在直接把你的身体也带回家。Oh my god！ 很怪耶，超级怪的，好可怕哦！哇，这是病娇吧？超病哎，这首歌很病哎。猫猫该学这首歌了吧？看一下啊，那什么？他现在静静躺，就是你的身体静静躺在我的衣柜，这样。好怪哦，好可怕！该不会毛衣也是用身体做的吧？不要想，太可怕了，越来越可怕。毛衣是用身体做的，你是说毛毛吗？你说风美吗？不，你说风美吗？你说我把那个帽子的身体的线抽出来做成毛衣吗？太残暴了吧！太残暴了！完蛋了，风美还没联动先心结，什么抽线头啊！没事，我的观众也是整天想拔我的脚，有毛病啊！观众迫害主播是一定要的。完了，快跑！来不及了，衣柜被我上了锁，哈哈！超好笑，爆米花！我之前就那个做了一个忠诚点数，让他们兑换，就是用蜂蜜装爆米花。真的是迫害。好，我也该来迫害我的观众。
是，对，它都变成一个梗了，那只会很难洗。变会黏黏的哦。对啊，会黏黏的。爆米变成花都吃咸的还是甜的？甜的啊。甜的吧。其实我是咸甜，我喜欢咸甜，就是哦，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咸甜的东西，咸加甜就会让我觉得它可盐可甜。没那么腻。哦，好。对。哇，萌兔奶龙你好，欢迎。可盐可甜是在说我吗？说不定是说我啊，我看起来也是吧。肯定是我吧？问就是。对，肯定是我。肯定。我有那个很血的属性。这样算很血？你知道什么是血吗？不甚了解。就是，你应该没有玩崩铁。没有。那我要怎么解释呢？很蟹的属性要怎么讲呢？就是它其实不算是正向的。听起来就是在骂人我想想看要怎么解释很蟹。你们有想法吗？各位，说欠打，我想想看哦。欠打吗？有一点吧。对，有一点欠打，然后可能，我想想看哦，会讲一些很欠打的话。对，要怎么讲呢？就是有点有时候也会可能会有点腹黑吧，可能会带一点腹黑吗？吗？腹黑吗？你有这个属性吗？我有啊，我有啊。你有吗？小恶魔，对，小恶魔那种。你说的腹黑是把观众拿来装爆米花吗？对，就是那一种扎克那一种吗？不是哦，那不是。那只是那个，那只是没事干 T 而已。那个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表演这种的。你没有办法吗？你好厉害哦！你突然要就可以。我可以耶，我可以。你要听我的萝莉音吗？突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我之前其实蛮想要走往配音的方面。对，但是真的实际上做下去之后，觉得还是不如人，就觉得他们太厉害了。对，卷不赢，就是自己爽就好了，算了，随便啦。这我。对啊，不管做什么都感觉卷不赢，输了。我们那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发明的绿茶音，好酷哦！感觉是对生活观察入微才能自己才能想出来的。真的吗？应该是源自于生活吧？生活绿茶不是？好难，不是，就生活泡沫绿茶。我知道了。对啊，很好喝超甜。不喝那种铝箔包的都太甜了。那种铝箔包太甜。我想看就是绿茶音的话，它就是源自于之前那个之前不是会有人在那边说什么哥哥那一种哥哥，忘记台词。只有我心疼哥哥。对，那个算吗？那不是搞笑的哦。那是搞笑的吗？那不是故意搞笑的吗？真的会有人喜欢吗？真的会有人喜欢听到女生用这种声音传语音信息给那，就觉得哇好可爱，好想保护她，会吗？我不知道，我不行哎，如果有人在那边哥哥，我就觉得靠北会不会讲中文？好好笑。嗨雨空姐你好，我们现在好嗨啊！没有，这其实我绿茶音也是搞笑的，对，但是就是好像某部分人很崩溃，某部分人很喜欢这样子，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崩溃跟很喜欢是可以并存，就是好疯哦，好爱哦这种感觉。真的假的？然后那个对啊，绿茶音就是要用很那种娇嗔的，
气，对对，要很给白，就是我想看哦，我要想台词哎，有什么台词吗？我永远心疼 Gear 哥怎么样啊？我想一下啊，不要！台词，我要来残害我的联动伙伴。没关系啊，残害是怎样？你要叫我跟着做一遍哦，可以啊。没有啊，你真的要跟我做吗？真的吗？你确定？比较嗨吧，做好不好再说嘛，反正试试看，要不要？大家应该要了，不用问了。大家最爱看这种就是要那种娇嗔的语气，然后就是火神哥哥，谢谢你今天找我来联动，我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今天聊得好开心哦，下次还要来找我，要找我玩哦，大概这种。我觉得怎样？你要学了吗？我觉得不需要女朋友封锁，我就可以，没事。我学不来，我想一下。为什么都没有人哈，可是我不会对那些剪辑是这样子哦，我没有啊，那没事，我没有，好不好？我私底下不会这样子，好不好？不是，我都把它当搞笑，好吗？我是觉得有搞到啦，有搞到，有被搞得很火啦，有没有搞笑不知道啦。虽然我本来叫火蛇，但是还蛮火的，简直要变活蛇 ！Oh my god！ 啊，真的吗？哥哥，你不要生气嘛！我靠呗，好强啊！迅速转变了，哇，对啊，你切换是直接那个哇！如果我是观众的话，我会愿意那个，就是抖内你让你去烦其他主播。真的假的？很好笑哎！我的计划就是绿茶计划，就是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我不是在跟你联动的那个人的话，我就会看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很好笑。找人来，然后用绿茶一跟他对话这样子。啊，绿茶老师说的对，那个伊藤绿茶，我理解中的版本，但是不太一样。好，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男生他怎么做出那种感觉，但是之前就是我在某些情况下有类似的台词。我应该叫你什么啊？你里当哎，你太加古拢无来，人做想你的呢。可是我觉得那个情境其实不太一样。我比较喜欢男生就是夹子音。我不喜欢，我觉得比较有趣。夹一下嘛，夹一下。好吧，试试看。这个要叫你哥哥吗？肯定是要叫姐姐吧。哇，今天真的很开心，好像男娘哦。对啊，就是这种，就是要听这种吗？对啊，就是要听这种啊。有毛病啊！为什么要听这种？要再夹一点，再夹一点，再夹一点。我靠！早知道不邀了哎，好后悔哦。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婉雄姐姐一起聊天。这样有歌吗？有，快了，所以是还没是不是？还没。哎呀，下一次我再介绍一个，就是可以夹的更夹到底的那一种。怎么还？我这边很多人才啊，介绍那个可以夹到不行的给你。他快出道，找他来训练我的声音，是不是？对，他5月底就出道了，所以快了。请问是我听他夹就好，还是我要跟着他学？你可以跟他学啊，如果你想的话。问我的观众想不想好了？如果想的话，我知道，等我收益化之后，请你们用钱告诉我你们想不想，谢谢。投钱就可以让火蛇夹起来，没错。投吗？那个讲说不愿意都是讲有钱就愿意了。他会跟你们说这什么，就是讨厌什么最喜欢你们了这类的哦。啊，要我讲那种吗？要夹起来讲。等他出道。5月哦，5月也已经5月了，那也蛮快的。对啊，快了。哦，我对绿茶过敏，所以打了个喷嚏。笑死！哦天哪！好啦，那你还想？
还想听萝莉音吗？哦，可以啊，我的观众一定也想听。萝莉音就是不一样的，可是我要找一下 key， 找一下 key， 感觉蛮难的。萝莉音的话，我就比较没有办法瞬间转变。等一下哦。可是我要想一下台词哎，又要想台词了，还是要讲什么？你们萝莉都讲，但是这个平常他们要用15000才能兑换1分钟的萝莉，哇，赚烂了，赚烂了，赚烂了，真的赚烂。萝莉台词都讲些什么？你要真正的萝莉吗？真正的萝莉应该会讲什么？是啊，真正的萝莉会讲什么？真正的萝莉只会哭吧？哪一班的谁跟谁在吵架？我之前也有教过萝莉，就真正的萝莉，他们才3、4岁吧，好像才4岁，双胞胎的妹妹，然后教他们英文。太辛苦了吧？3、4岁就要学英文，超级辛苦，超级辛苦！现在小孩真的好辛苦哦。确实，我也有教过，也是3、4岁的小男生，就感觉这是什么的日文要怎么讲啊？都go，これ何？这样吗？应该是。哦，好，用这一句吗？これは何？要挖是吗？要挖是吗？好像也可以不用，我不太确定。我也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熟日文，还是我们要一起学日文？你可以假装那个啊，就是那个叫什么金毛小鬼哦，就是不太会日语，但是在讲日语的萝莉。那是什么？就是什么转学生萝莉之类的。好多属性。哎呦，感谢伊藤绿茶赞助我100块，100块就想叫我去学夹子音。要啊，要夹。好啦，钱是可以收买我的，就真拿你没办法。所以你要先夹还是我先罗？啊，没有啊，我不是说之后要跟那个很厉害的拜师学艺。好啊，没问题，没问题，我在知道。耶。等下有点卡痰，萝莉是不能卡痰的。等一下，我先亲一下。萝莉也可以感冒啊。太严格了。お兄ちゃん、これは何？哇，你这个要1分钟，感觉好累哦。是蛮累的，就是它比较难的是它真的很夹，就是真的超级夹的。然后萝莉的重点是在于，就是它要带一点臭灵带。有，我发现有臭灵带，有。就是因为那个小朋友讲话都有点臭灵带，就是你看萝莉的那个重点其实是臭灵带。哇，不是臭灵带跟大舌头应该不一样吧？那你可以表演大舌头萝莉吗？这个声音就是我需要酝酿一下，就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转换到那个地方。对，这个比较难，对我来说比较难一点。完蛋了！有人说萝莉浣熊一声下令就要夺取我这个频道了，也才500多订阅，没什么好夺取的，好不好？太快了吧，直接夺取，笑死！然后就是我就是可以有比较多的声线啦。很强果然是也没有很有想做配音的，果然。对啊，可是就是比起来，跟真正专业的比起来，还是逊色了些。确实一定是会想要跟最专业的比较啦，没错。哎呀，天生娃娃音，其实我以前有被说是娃娃音，只是我确诊2次之后，我的声音就越来越低了。永久性伤害。对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声音就是变得比较正常，比较像正常，比较接近正常人。对，比较普通人。不然其实我原本的声音也是很常被说是那个娃娃音。哇，确诊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就一直狂咳啊。然后我就又是那一种，就是我其实本身喉咙就是感冒的时候就很容易一直咳的那一种类型。对，我很常感冒就是先狂咳，
然后到最后结束，快要好起来之前，也都还在狂咳的那一种，就整个病程都会有咳嗽的这一个环节。不是通常是先咳再流鼻涕，或是先流鼻涕再咳啊？你不是，你就是咳到底。对，我比起流鼻涕什么之类的，我最严重的通常都是咳嗽啊，就是先咳然后再咳这样子。对，都是那个喉咙的部分比较严重。哎呀，后遗症，喉咙校正回归，是这样的吗？就是校正回归。娃娃音的部分用完了，现在那个那叫什么？试用期结束了，换回普通的声音。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是那个新闻广播社的，好酷哦。对，很酷的社团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中午的时候要去那个教职员室去午餐广播。这感觉就是在那个动漫里面才会出现的。很酷哈，很酷哎，很酷哎。对，就是确确实实是发生在台湾的学校，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是社长，所以我被排到的就比较多，排到天数也比较多，一个礼拜大概有3天会听到我的声音吧。然后那时候就是有曾经被攻击，就是有一些女生就是很特别讨厌我的声音，就一直说就是她会投，因为我们会有那个收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就会有投稿，然后呢就是投稿，对，然后我就会念出他们讲话，然后有一些他们就会故意投一些就是什么娃娃音，还在那边什么装模作样什么之类的，好坏哦，对之类的那一种，就攻击的言语，就其实之前我也是有遇过，但是就是那是我天生的声音，我也没有故意装，我如果要装的话，我还可以装的更娃娃音，好不好？像刚刚的萝莉音一样。你那时候就直接就一样还是念哦？一样念啊，没有那种就是我问老师就说那不用理他。哦，就像那个棉花糖收到棉花糖可以不要回一样。对啊，因为毕竟都还是要经过，就是老师有把关，还是要经过老师。哦。因为之前老师没有把关的时候，我就全都念，然后就有一个男同学，他就是透过这个信箱，然后他就告白，然后就他告白完之后，那个女生就转学了。是有多讨厌？好吧，可能他觉得很困扰吧。啊，难怪，所以是因为这样子之后，那个老师才出来有把关这样子。对啊，对。哇！因为这件事情之后，老师就不准大家乱投。真有趣，真有趣。哇，这好酷哦！对，他就转学啦。天哪，那是蛮讨厌的哦。超好笑啊！小虎不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后来那个告白的那个男生，就是我的初恋男友。好唐突。真小说、真动漫作品是吧？真的，好突然，好有趣哦！哇，超好笑！哇！就我那时候其实是就是暗恋那个男生。哇！突然就开始变讲聊爱情了，笑死！我那时候暗恋那个男生，然后结果他就投稿，我还帮他念出来。啊，他转学是真的转学，还是被你？没有，是女生转学，后来那女生转学，没有，他没有人，他那个女生也不知道我喜欢那个男生啊。对，好动漫啊！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走到一起啊？这可以问吗？后来怎么走到一起？就我跟他一直都是朋友啊，就一直都是朋友的状态。然后你知道女生就是很八卦，我可能跟身边的女生朋友 A 说了，就是我其实还蛮喜欢那个男生的。然后呢，之后呢，可能过1天之后 B 也知道了，然后过了1个礼拜之后 C D E F 全部都知道。国中就是长这个样子。对，秘密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说，你不要跟别人说。对，你明明就只有跟一个人说，不知道为什么，过了1个礼拜全班都知道了这样子。对。然后那男生隔壁班的，然后大概过了2个礼拜，隔壁班都知道了这样子。所以他就知道了，本人就知道了。对，那所以本人就知道，可是他也没有做什么表示，就是一样当一般朋友。可是过了1年吧，就是在他告白那女生转学后，过了1年，国2的时候，就是变成那男生跟我告白这样子。哇！来点时
间呢？哇！如果买熊兔手脚让女同学转学，就从日漫变韩漫。真的对耶，韩漫最喜欢韩漫的这一套，对。哦，那个条漫真的好好看哦，对，会一直滑到天亮哎。对，虽然我看的不多，但是真的蛮危险的，是个很危险的东西。很危险。我那时候看有一部很好看的，我找一下，叫做什么倒脸人生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之前也有人推我。哦，那一部真的很好看，你真的要去看，那个真的好好看。广受好评。对，真的很好看，就是它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很现实的东西，我只能这样讲。那个人性的那个。对，人性哦，我觉得人性丑陋是最好看的。韩漫蛮喜欢往这方面去那个。对，没错。哇！大家除了告白来告白去，交往分手顺便克什么东西？那就是美漫，克，就是一些啊，你自己讲哦，就回家吗？应该还好吧？我不知道哎，好好笑。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酸酸甜甜恋爱故事。啊，其实我后来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后来都是被劈腿的故事。对，这个大家应该也蛮爱听的吧？就是大概被大概你有被劈腿过？被绿的几率大概是60%的样子。有点高。我也有被劈腿过。偏高。很长的故事。哇，我从来没有讲过。每次开这个那我柯林就是会讲一些从来没讲过的，很长。哇，该讲了吧？该讲吗？就是被劈腿啊。然后我想想要从哪里开始讲啊？就是我想一下，就是像那个，有时候你要找一个故事开始讲的点，就跟找那个胶带的线头一样，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劈腿啦。可以从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有裂痕开始？裂痕，哇！还是其实就没有裂痕，然后就只是就是你以为一切都很顺利，然后你们很相亲起来，突然有一天就没了，这样吗？可能也是有，但是会有点难说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它是一个比较渐变的。反正就是那时候我前女友她去火锅店打工。然后在火锅店认识一个男的，他就很晕那个男的，然后他就劈腿了。好烂的故事。完蛋了，该跟我学怎么讲故事了。哇，这个也有在教哦，这个也有在教。没有，这确实我有看到有人开课，那个因为我很闲的那个谁有开课，那个吧，乐咖啊。对，乐咖有开啊，讲怎么讲？每个宣传的那个秀词都感觉是在搞笑的。我也觉得，真的没办法，那个形象深植人心。真的，哇！因为我很闲，也是一个突然窜起，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好像也是慢慢蹲很久，但是才突然就终于有爆红，才终于爆红。你们第一看到的第一支是什么？我应该是那个啦，同意啦，哪次不同意？那个人民的法锤，人民的法锤，打倒资本主义的高墙，我不放下，应该是这个。那个也蛮好笑，我应该是什么浪漫 Duke 吧？那个也是蛮经典的。浪漫 Duke， 我觉得 Baby 原之助也是很强。对，Baby 原之助，Baby 原之助也是 Baby 的，有够靠腰。那个真的演太好了，他演到很想捶死他真的超想揍人的，太强了。Baby 原之助 ，Baby 原之助，海龙王彼得也是，那个真的很强。你懂海就会帮助你。天哪，大家都老没错，对，大家都懂。他们真的想一堆，就是
很有梗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印象很深标语嘛。对。还有那个什么罗马竞技生死斗，对，那到底是干嘛？时候啊，我就怕被骂，那也超好笑。那个也是真的哦，那个看的时候很痛苦哎，就是看着他把事情搞砸，搞到超砸，真的是会发自内心感到痛苦，身临其境。那个是真的很强，那个也太强讲啊，你赶快讲，快！什么？为什么我又要加？怎么突然又要加了？为什么？我没有，我说他们啦，我说你赶快讲啊，你赶快跟他们讲，不要再拍了，赶快跟他们讲。真的，很痛苦，真的很痛苦，赶快讲。然后最后就 OK。对，你不尊重虎队，那个也很经典。但我已经忘记那个整个故事了，我只记得那一句“你不尊重虎，虎生气”。我也只记得那个。他是怎样？他是很崇拜那个虎是吗？好像是，忘记了。等一下来补完。真的，我就怕被骂，那个剧情比较深植人心。对，那个真的可能你太身临其境，太痛苦，反而会记住。痛苦，真的很痛苦。哦，笑得好累哦。神奇海螺，神奇海螺的概念啊，就是有事都要问那个虎就对了。哇，周边可以出这个哎，啊，可以出类似神奇海螺的东西。神奇海螺，你不尊重虎。你有出过周边吗？哦，我在那个我可以顺便宣传了吗？来，欢迎！因为15号是我的满月当天就会上周边了。哈，油饭，可能会有红蛋吧。哇！好，大家记得啊，15号，莉莉要满月了，可能没有油饭，可能有红蛋，但是一定有周边。对，周边启动。周边不是红蛋哦。不是，可能会有金蛋吧。哇哦！你有看过我的那个吗？金色的浣熊蛋。没有浣熊会有蛋吗？我要怎么开给你看？我看一下，是这个吗？等一下，我的耳朵没有装好。我现在看你整个人不见了。好，等我一下，你要载入一下，没问题。为什么浣熊会有蛋？完蛋了！完蛋出场。可是你这样子看得到吗？因为我有切换模型。他应该要载入一下，可能要等他一下。蛋，超级黄色的蛋，不是黄色，是金色。真的假的？是金色的啦。就是我其实，在之前，我不是说我在图奇开了1年多，我都是用这个模型。好可爱哦。没错，就是这个。超可爱的耶。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不是没有设计理念，这是公版啦。啊，对，它就是一只金色的浣熊，就是我。他的表情很可爱。之前都是这样开台的很扔 Q。我也来换一下我的宝箱好了，很久没有。久违的晚蛋，没错。没看过我的宝箱啊？有啊，你的那个 Steam 上面不就是吗？对耶，我都忘记了。对，好久没有来吃来宾了。没有啦。之前真的有吃过来宾哎。你的环节，笑死。对，迫害还是要的。住口，笑死。金金闪亮亮，软乎乎，毛团团精灵哇！好赞的名字。对啊，闪亮亮，真的是蛮闪亮的。哇！耶！真的很能 Q 真的很能 Q。对啊。
是这样。哇，我其实可以把我的这个叫什么蜡烛拿掉。可是我觉得有蜡烛比较有那种，他把我抓到他头上了。对啊，有蜡烛就惨了，火烧屁股，就会变烤蛋。对对对，直接变烤蛋。烤蛋，哇，恶魔宝箱，对呀、啊，就是宝箱怪，跟我们你知道宝箱？你应该知道另外一个宝箱怪，你有找他那个房间吗？你说另一位宝箱怪？对对对，我跟他也是麻吉啦。世界真小，对不对？好像宝箱怪 VTuber 蛮少见的耶。对，比较少见。他也是很好笑，难得有同乡啊。他就是对，人家是大姐姐，可以不要那么像吗？我是那叫什么？性感大姐姐吗？对，我是性感大姐姐。对，只是看到我这种性感大姐姐，你还没有变成嘎，我就会怀疑你的性向了。大概是这样子。你学超像的，好过分啊！不要跟他说，笑死！我都没缴税，他还要找我算账。哦，救命！好赞哦，迫害其他 VTuber 真的是蛮开心的。快乐，下次叫银白起床尿尿之类的。没错，好爽。银白也是我认识蛮久的，哦，刚开始就有认识他，因为刚开始在画那个模板贴图的时候，他就有找我画，那时候认识的，很早，还蛮有趣的。对，下礼拜，下礼拜，今天礼拜天，礼拜天到底算是第一天还是最后一天啊？哇，好问题，我不知道，我都当最后一天呢，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标准答案。对啊，有标准答案吗？礼拜天到底是？好吧，我们就当它最后一天好了，那就是下礼拜。下礼拜我也要跟银白联动。哦，对，该不会是想要认识你吧？啊，对。好，没错啦。起床尿尿，对，起床尿尿，笑死。我们等一下可以组织一个那个起床尿尿团，轮班加起来尿尿。正确是第一天，那正确的标准是什么？基本教义派。标准是哪里来的？那个吧，我就是规则。大家都当最后一天，我觉得那是因为就是周休2日是6日啊，对，就会感觉他是努力过后的奖励，因为他是就是你的假期的最后一天，对，快乐日子的最后，对，哇，真的，然后就是第一天是要上班的那种感觉，的确，哪天上班哪天是第一天，对啊，第一天上班这样，不是啊，它叫星期一，不觉得它就应该是第一天吗？对啊，还是怎样啊？是发明那个历法的人，其实都是那叫什么？可是，对耶，那为什么星期日、星期天不是叫星期一呢？不知道我知道叫礼拜日是不是因为那天要做礼拜啊？但是为什么叫星期日？我就什么沿用样式的纸质日历这样子，在犹太人和基督教的传统中，周日是一个星期中的第一天。根据圣经，上帝花6天的时间创造世界，然后在第7天休息，所以第7天是星期6，所以第一天是星期日。哇，所以上帝是那个资工人，他们都从0开始计数。OK， 0跟1。对啊，都从0开始。这时星期是什么意思？好，长知识了。这个历法他们发明，我们就跟着用。我知道。我就鸡飞城市嘛，鸡飞狗跳嘛。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叫星期7呢？应该对啊，可是他是好奇他是从那天开始，至少叫星期0嘛。我找到了，可是这个拉丁语要怎么讲啊？我来搜寻一下。
我来搜寻一下，我来 Google 一下这个拉丁语，再念给你们听。好啊，我上次你不是问我说会什么语言吗？啊，对，我少跟你讲一个，没有，我会一句西班牙文，就是我那时候也是开台的时候在那边搞笑，在那边查，在那边学，然后后来就是学着学着我就记起来了，但是我只会这一句。啊，已经会一句了，已经很强了。所以那时候不是问我说，我会一句就是会了吗？我 OK， 会一句就是会了，是不是？就可以开那个西班牙语台，然后就是靠那一句，全都靠那一句，不管谁来就讲。我会的那一句是什么意思吗？骂人的、也不是，就是我会的那一句叫做 "Estás bien"， 什么意思？ "Estás bien"。然后根据就是会西班牙文的人说，就是我念的算是蛮标准的。"Estás bien" 就是你还好吗？然后问我为什么是这一句，因为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很难呢、然后这一句念起来比较没那么难，所以我就学了这一句。好哎、"Estás bien"是蛮实用的啦，是蛮实用的啦，是吗？太棒了！我们现在要来学拉丁文的星期日。Dies solis， Dies solis。OK， 好 ，Dies solis。相信不少我要用主播播报的那个语气。好，梦回国中。相信不少人过去都会轻轻地浮起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星期一至日？星期日为什么不是星期七？这个答案应该偏向于西方历史，因为星期日的拉丁语是……等一下，我忘了。我也忘了。Dies是日 ，solis 是太阳，也就是 the day of sun。根据圣经的说法，耶稣是在星期日复活升天的，故基督教以星期日作为礼拜日，民众普遍都于星期日休息到教堂做礼拜，所以西方国家7日一周多带有宗教色彩，正如基督教徒将星期日做礼拜这一天叫做礼拜日，就这样。所以就是因为基督教，确实那个历法就是从那个来的。我只知道星期日要做礼拜，除此之外我都不知道。你以为这意思是你有病吗？不是，就是你还好吗？你有病吗？跟你还好吗？好像蛮有重叠的嘛。我被抓去西班牙就会变成在路上一直说你还好吗的 NPC 对，真的很 NPC 耶，好有趣哦。哪有？我还会说 Hola Hola 哦，会说嗨跟你还好。Hola， 对 Hola。Estás bien？ 好，还是很 NPC 啊。Hola， Estás bien？ 哇，唐突台语小教室，超级好笑。你知道星期天的台语怎么说吗？好，星期天，拜礼。哦，没有，就叫礼拜。礼拜，因为那天要做礼拜，所以它就叫礼拜。哦，礼拜。所以说什么礼拜六、礼拜天要记得收看，就是拜六礼拜，哎，给你收看。哦。对，其他就是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嘿呢？嘿啊。阿妈是安尼呢？没错。哇，看来我还是会教台语的嘛。そうですね。我突然觉得你长得好像烤饭团哦。什么烤饭团？啊，烤饭团也是把那个米就是烤得焦焦变金黄的啊。我是一种烤饭团吗？没有人说过吗？竟然是一种烤饭团，没有啊？还是因为我有点饿，所以看什么都像食物。你饿了？你没有吃午餐吗？对，我又忘记吃了。哈？是可以忘记吃的吗？可以啊，没关系啦，等下可以吃晚餐了，偷减肥。什么来宾看起来真好吃，尊重。迫害。怎么可以吃来宾呢？好了，没有啦，不能乱吃来宾啦。
黄金烤饭团精灵，黄金烤饭团精灵，怎么会？新增了新的名号。可是不是通常给可爱动物取名字都会喜欢取那个食物类型的？有时候什么可乐啊、肉桂卷啊，还是只有我吗？只有我会这样取吗？你说动物吗？对啊，宠物之类的有啦，那个另外一个 V， 他家的狗就叫本丸啊，好可爱，好像很多都叫本丸耶。对啊，就算那个猫狗界，好像猫还好，狗界蔡奇安米，对，狗界在家面，没错，狗界在家面还有一个 Money， 对，一定要。不过我家是有亲戚的猫叫 Money， 然后我们家的狗叫麻吉啊，好可爱哦，麻吉。哇，我家的没有特色啊，叫什么？叫哈娜，不是吃的，但我都叫它肉桂卷。其实突然发现小明用在宠物的名字身上还蛮有特色的。小明吗？不是有人会故意给那个宠物取很像人的名字吗？然后就会格外有趣。对啊，就会很好笑。对啊，叫什么像是对那一类的。好赞哦！这就像我把那个就是宝可梦，我之前玩宝可梦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火字居，怎么了？没有，我也会，但你先说。对，我的火字鸡叫做阿雄，高雄的雄。因为它是公的，然后我就想要取一个很台的名字。好赞哦，好赞哦！然后对我的观众都知道，就是火字鸡就是阿雄，阿雄就是火字鸡，好不好？谢谢各位。我觉得玩这种就是可以自己取名的，就一定要乱取啊。对啊，说乱取就很好玩啊。没错没错，我忘记我都取什么，但是也都是取一些很像人的名字，很快乐。阿雄使用火球。对，感觉很像真的在使唤一个贝贝吗？使唤一个8+9吧。火球术。火球术是怎样？火球术是用那个抽个烟，然后那个然后嘞，弹烟灰要爆炸，好狠！这不是在人中之龙可以玩到吗？这叫什么江湖宝贝啊？你有玩人中之龙哦？那个我有看大伟 V 图博有玩而已。哦，我有看我朋友有玩，但我没有玩。我也没有耶。我好像想玩的太多了，玩不完。真的耶，现在游戏都玩不完。Steam 的那个愿望清单跟游戏库都一大票，一大狗票，可是根本就没有空玩。我最近沉迷一个游戏叫《白日战记》，然后我后来发现那个他把所有结局打完，好像要100个小时以上，完蛋了。哇！可是我的魔物猎人也玩了200多个小时。那个应该也是可以玩很久。对，真的。最近玩了一个叫节奏魔女的，也是蛮好玩的感觉。好像知道。对啊，就是我那时候超好笑的，就是他们去年有找我封测，然后结果我就一直没玩。我一直到他们5月9号，他们5月9号上市，就是上架，Steam 正式上架，然后我直到5月8号才给人家玩。直到5月8号才给人家玩 demo。天哪，那已经帮不上忙了吧？有啦，我还是有帮他们宣传一下。这边有几个朋友有买，就是因为还蛮便宜，98块而已，现在特价，然后就蛮便宜的。哇，有兴趣。对啊，台湾人做游戏，我觉得还蛮有料的。该安利一下自己的 game 了，是说我吗？我前阵子做游戏啊，我用 RPG Maker 做一个小游戏。真的假的？你会 RPG Maker？就也没有很会，但是就我有把他的教学看完了，我就以为我会了，然后就开台。有兴趣的话，我等一下下播传给你。好啊，我也搞不好可以开台玩一下。真的假的？好
可能过2-3个礼拜后会更新，说不定你可能会比较想玩更新版的，不然内容很少。耶，好哎，要啊！忘记跟你说，那个游戏是台文的，然后你要台语很好才有办法玩那个游戏，因为里面的东西念起来都很像。4个主要角色分别叫做纪明、还有纪明，嘿。我的观众说台语新手友善，我是怀疑啦。加个莉莉 NPC 彩蛋。你说的 NPC 是只会说嗨跟你还好吗？我可以帮你配音。哦，真的假的？Hola, es das bien？ 好赞哦！等我学会把那个音档丢进去之后，我再找你。哇！你可以把碗蛋放进去。赚烂！对，这颗叫做碗蛋。浣熊蛋真的很可爱，很像烤饭团。不是、之后要说自己是饭团吗？黄金烤饭团精灵，黄金烤饭团精灵听起来就很可爱啊。就是，我想想看哦。皆さん，我是来自地狱的邪教教主 ，A.K.A 赌场老板娘 ，A.K.A 黄金烤饭团精灵。名字越来越长了，越来越长了，名号越来越长。真的。我是知道有一些观众喜欢主播4名啦，但是这种被来宾强迫取名的还没看过。不对，你才是来宾，我是主持人。以为自己是来宾。黄金烤饭团，超好笑。我是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反客为主。是我自己开到不知道自己是主持人，差点要把台炸了，然后发现不对，是我的台。超好笑！天哪！黄金烤饭团整个落掉，对啊，可恶，一点那种魄力都没有，是吗？听起来很了不起呢。哪有跟地狱公主跟那个赌场老板娘比起来，黄金烤饭团整个就训掉了。可是很可爱啊，听起来就是可爱又好吃。对啊，君莫的那个也是啊，我很常就是那个不小心讲错观众的名字。4名是这样子来的吗？对啊，因为之前就是他叫君莫，君莫，他不是叫君莫嘛。然后之前就是有一个冰月来，然后我就把他们2个名字混在一起讲，打招呼的时候都不小心混在一起。哇！下次我也来这样对我的观众好了。超好笑！观众咬一口烤饭团，好，这口8000，强迫推销哦。这口8000，哇！你这一口会咬到100元，还是8000，还是200万呢？对，这是什么梗？看下去啊？什么啊？这是什么梗吗？这不是什么梗啊！哦，当然他说什么咬一口饭团，赌场老板娘，我就想到啊，你咬这一口会是100块，还是8000块，还是200万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其实蛮有道理的，因为饭团里面那个料可能位置是不太固定的，看你咬到什么料，决定要付多少钱。对耶，搞不好可以这样子哦。但有人说黄金烤饭团的黄金是什么？你冷静。冷静。你冷静。不要这样。风兰萨风。不是，我有念对吧？萨兰，我之前就有念萨兰了。我想想看哦，之前是那个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观众，他的名字呢，我都一直叫他明虎，就是明虎，老虎的虎，然后鸣叫的鸣，那叫什么？风鸣器那个鸣，就是你知道一个口，然后一个鸟的那个，对，那个，我一直叫他明虎，然后大概我就这样叫了他半年，然后有一天我一个朋友来看我的台，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叫他明虎啊？他的名字不是叫五虎吗？”完蛋了。可是那个字很小的时候真的会看不出来吧？那个没办法，请检讨 YT。不是，这位观众，你倒是跟我讲一下，我讲错了吗？逆来顺受啊！我看错。
逆来顺受，但是没关系啊。主播要叫我就让他叫。听着我讲了明虎，然后呢，听着我讲明虎叫了半年，然后呢，就是那个朋友来，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叫他明虎啊？他不是叫乌虎吗？然后那个观众，那个明虎，那个乌虎，竟然还给我回，哎嘿，哎嘿，哎嘿什么？好好笑哦。还是他其实也在想说什么时候才会发现？对，我觉得是。结果搞不好他在跟他朋友赌啊，发现。赌说什么看哪一天才会发现。我觉得如果那时候 TT 没有来讲的话，我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发现。刺激啊，好刺激啊！超级好笑。嘿嘿。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他叫做什么啊？他原本到底叫什么名字啊？因为他后来就是我一直叫他名字叫错，他后来就干脆把那个，对他直接改名成我叫错那个名字。啊，真是温柔哎。啊，比姆，他叫比姆，然后我一直叫他比度。不是，因为 YT 字很小，就是会看错啊，这没办法啦。好好笑，叫错越早发现时越尴尬，真的。我比度，我真的一直教他很久，教他比度，他最后就干脆把名字改掉比度。哇，这真温柔，真温柔。超好笑。哇，应该破专业叫错名字。对啊，什么比射，没有吧？可是那个真的比度都很顺口哎，因为从 OBS 里面看真的很小，然后那个对字又挤在一起，真的很容易看出。对，超好笑。常看错字，杜比环绕一下。那要先接到业配啊。对啊。哦，超好笑。看我们可能我们今天对我差不多了吧？我们已经超11小时了，赚到啊！真的吗？已经超11小时？哎呀，真是的。其实通常就是没有啊，聊得比较尽兴，就是一定会超时。就是我赚到了，我又有时数了。不小心聊太久了。对啊，很开心。是我比较怕耽误到你时间。啊，还好。你也是接案仔，时间也是非常珍贵的。啊，那确实。那确实，真的。那也是，我就是一个死线超人，大死线超人。这个应该是蛮多人，包含我。你知道那个 MBTI 啊，又要接着聊了，可恶，不行。MBTI 的那个 P 人啊，就不是有分 T 人跟 P 人，对，然后 P 人就是很长，就是死线超人。哦，大家可以对，如果你们的 MBTI 里面有 P 的话，就会可以看看你们是不是平常呢都比较不擅长，就是安排，或者是安排了之后又不按照安排行事之类的。很爱安排，但是排少的。对，然后最后到了最后一天啊，没做完嘞，赶快来做，赶快做。完全就是我，真的。对 P 人很常干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有规划啦。是 J 吗？是 J。哇！没有，我本来要问你的是，除了周年会有，不是周年，满月会有周边之外，我差点说周年会有月边，那是什么？除了满月会有周边之外，还有什么想宣传的事吗？想宣传的事应该没有，因为我的那个 cover 还没做完啊，对，还在实现，因为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东西就是会被摆到最后。我们最近最近帮别人的那个，就是我不是委托有做那个 PV 嘛，帮别人的 cover PV 做完的，然后就开始有点不太想要再开 AE。哇，完全就是我。就是我会先剪别人的精华，然后剪完之后就觉得好累哦，还是休息一下，然后就不会剪自己的，就再也不会剪自己的。就是这样。现在就有点不太想要开那个软体，想说对，收点别人。对，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我的 cover 到底爽不爽，就是我的那个音档、混音，然后图什么全部都好了，就差我的 PV， 因为 PV 我要自己做，所以就是差我的 PV 这样。该去催稿了，自己催自己，自己吹自己，好可怜哦，好好笑。天哪，真的是心魔啊！都会想说啊，好懒哦，不想开，不想面对它，过几天再开好了。然后就过了1个月，哇，拖着就接到新的委托了，然后又把自己摆最后。哇，我的精华就是这样。又有新的委托了，那先做委托的东西好了，委托人比较重要。不要跟钱过不去，当然是先做。完了，超好笑。好，所以要宣传就是那个 cover 的 PV 还在拖，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完，这样子吗？对啊，对啊，对，大家有兴趣可以先订阅起来啊，对，有兴趣可以催稿啊。定着哪一天那个 cover 就蹦出来，哇，有道理。对。不是啊，就是给丽丽多一点钱，她就不用做委托做那么辛苦，她就有时间剪自己的 PV 了嘛。所以有喜欢的话，那确实，请用行动支持你喜欢的主播。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也感谢丽丽，真的是实现超人，现超人之类，死都要拿到那些酷的现钞。肯定要，那是肯定要。现钞太棒了。对，刷卡也可以啦，但是现钞就是摸得到，更快乐。没错。好 ，OK， 那就差不多了。好，谢谢你。啪叽，耶，好顺利哦！我不知道还可以怎么不顺利，但是就蛮顺利的。还可以怎么不顺利？好了，那我们就这样唐突的结束嘛。好啊。不然，那拜拜。不然你要夹一下吗？跟大家夹一下，跟大家说拜拜。好，我试一下行不行？算了。算了吗？好了，那夹起来了。我说什么？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哇，谢谢大家今天来看。看谁？看陈火蛇跟丽丽的台。夹不动，夹不动了，夹不起来。那你该深蹲。哦，真的，体能太差。不是要夹什么？夹甘蔗哦。夹甘蔗，把甘蔗夹断。对啊，不是都有这种考验。我再继续蹲下去，我真的要变纯理了，笑死！我的深度还欠2720下，这么多东西啊！2720下深蹲，太多了，要变纯理了，可怕！真的可以夹断甘蔗。哇，好，好啦。今天就到这里，谢谢火蛇的邀请，谢谢大家来看我。那我们就以后再见喽，拜拜。好，拜拜，下次见，拜拜。